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athy。咁今集都想同大家講講啦，點解我哋要學靈氣？咁其實啦，靈氣啦，一直都係我哋嘅身邊。咁咧，靈氣就係宇宙啦最自然存在嘅能量，係一種高頻率嘅震動狀態。咁佢啦滲透喺空氣啦、陽光、水，甚至我哋每一個細胞裏面。而根據啦量子物理學嘅說法啦，其實宇宙嘅世事萬物啦，都係由波動能量構成嘅，包括我哋嘅身體、情緒、思想。而靈氣啦，就係呢一種嘅波動之中咧，係最純正、最有療癒嘅力量同能量。所以咧，學靈氣啦，並唔係迷信，而係咧重新連結我哋本來就有嘅治癒能力。而且我哋要知道啦，宇宙嘅法則就係同頻共振。所以最重要，靈氣讓我哋更容易吸引更健康豐盛嘅人生。